大侄子，离车上的半天，刚刚上来的，姓甄的。我是人维扮演厂张德胜，从事做扮演的，干了有30多年了。扮演是我们当时是练的特色，也是我们3个特色。这个过春节这段时间，我们家的媳妇是我俩最大的，家家户户都爱吃。做扮演呢，我们第一道程序高温有限，第二个注意饮制，饮制在7至8个小时。第二天60个小时，过3角钟。出版这个就是地形，以后就是晾晒。那个家是一圈的草棚啊，不是瓦房，也不是楼房，我们现在改善了。墙壁的瓷板砖，这个是防滑灯，全都没有刷掉。这是人有钱知道吧？这有下边的，这之类下边的。包装方面，日期在老厂，那个外沿子是个，那时候没有包装，那时候搞个整袋，你买2只烟了，他买3只烟，领回家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个年底，你看你啊，过节过来，过年节了啊！我搞过来，我来领给你。哎，好。你兄弟们这么多啊？对，老婆孩子都喜欢吃。那你是谁的？回年啊。哦。你大刚回来一趟不用的。那你搞外吃。在我一生中，反正这个扮演加上别了，也干了30多年了，我们也脱离掉了。但是对扮演呢，让我们心情也非常高兴的。一个就是当时的就业，就是第一；第二，老百姓放孩子有偿卖，怎么讲？人干了就想给当时老百姓做个服饰吧，也给老百姓吃的口感，吃的更好，也是我最大的日常。